休战告期，以色列指控哈马斯休战的上尾当中投射火箭弹，以军佫开始空袭加沙。韩国按算今年推出禁止食狗卖法案，引起饲狗业者不满，有200个人走去总统府头前抗议。经济学人资讯社公布全球生活成本的排名，开销上当是瑞士、苏黎世甲新加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央视节目头起先来看一项新的统计，是经济学人资讯社公布的全球生活成本的排名。这开销上当是瑞士的苏黎世甲新加坡。这新加坡11年来已经有9届是排伫咧第1名，第2名是瑞士的日内瓦甲美国纽约，第3是香港。要来咱台湾开销上当的当然是台北，伫咧亚洲国家当中排第12名。不过伊的收费是有比附近的东京、首尔甲上海较省淡薄啊。有花园城市之称的新加坡，今年甲瑞士的苏黎世生活成本指数相反是104，并列2023年全球生活成本上悬的城市。经济学人资讯社在1月30公布报告中，比较全球173个城市的生活成本，瑞士日内瓦甲美国纽约拢排第2，搁再来是香港、美国洛杉矶、法国巴黎、丹麦哥本哈根、以色列特拉维夫甲美国旧金山。苏黎世对去年的第6名，升到今年第1名，主要是反映瑞士法郎真强，也有珍贵的食品、客家出来的用品甲娱乐介绍。新加坡伫交通甲服装、生活用品甲酒的介绍，尤其是真贵，在1年来已经有9摆排伫第1名咯。也来伫亚洲，人民币甲日票的劣势造成中国的4个城市南京、无锡、大连甲北京，以及日本的大阪甲东京的排名是急速来下降。中国城市排名大幅度下降，也因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真慢，甲消费者需求低落。台湾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方面，台北接近70，伫亚洲城市内底排名第12，比台北、曼谷、东京、北京这城市更加低。也来台中、高雄是分别落伫比60较悬的这个区间，比广州、釜山、沈阳、杭州、湖内这城市更加低。台湾这3座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位伫亚洲中段的所在。总体来讲，全球物价平均年成长7.4%，比去年8.1%小加4.慢。生活成本指数城市排名下降上最是包含俄罗斯、中国甲日本的多座城市。莫斯科由第105名落到第142名，圣彼得堡由第74名降到第147名，下降幅度明显。也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有伊朗的德黑兰是排伫最后第1名甲第2名。公司新闻新录配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特斯拉推出头一批电动皮卡车，一只$601,000，好代票188万起跳，预估2025年就市。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发射军事卫星，佮真抢抢讲翕到美国甲南韩的军事设施。即阵美国的太空军事领部是放调讲，因有真济办法会当互北韩的卫星无法度运作。英国《Times》报道，英国约克郡水公司有水处理无好势。害2.5公里长的河川水质污染，超过1500只鱼仔死亡，因是去罚款100万英镑，好代票4000万。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面册母公司 Meta 掠到4800个中国的假口罩，假造美国人，散布对立的政治消息，想要操作美国的大选。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头一个立法全面禁止使用 TikTok 的蒙大拿州。原本是明年1月初1就要实施禁令，不过这阵是去予美国联邦法院以违反言论自由回决。以色列甲哈马斯加强休战7天，上尾讲哈马斯搁放8人质，以色列放30个犯人。不过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今日是指控哈马斯伫咧这休战的上尾点钟射火箭甲因拍，所以讲因两个要继续休战，恐惊是无啥可能啊。以军嘛已经开始空袭加沙地区。
深夜的警报声雄雄响起，无到几秒钟，会当听到爆炸声，天顶阁有火光闪过，亲像宣告结束停战。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切伊指控哈马斯违反协议，大声向以军开火。哈马斯是批评以色列违反协议，主动燃油甲物资进入加沙，和7天的停战结束。以军嘛恢复对加沙地区的空袭。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30日伫以色列表示，恢复战斗了后，毋望以军会当避免民众伤亡。严格切伊，以军的空袭搁一摆造成百姓死伤。巴勒斯坦强调，埃及甲卡达的协调人员会继续针对进一步的停战来谈判。以下冲突伫第2届延长停战期限了后，武装组织哈马斯伫停战第7天，前后释放2名甲6名以色列人质，其中有1名人质是由以色列甲法国相邻国籍的米亚谢姆，和接到通知的家属是欢喜甲流目屎。对此，以色列嘛为监狱内底佮释放30名巴勒斯坦人，和放出来民众在红十字会巴士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了后，现场有真侪民众欢喜举哈马斯的旗仔欢呼。和释放的巴勒斯坦人了后，就控诉伫10月17日以下冲突爆发了后，原本伫监狱内底巴勒斯坦犯人都受到以色列监狱人员虐待，其中有6名犯人因此伫拘留所死亡。والله المعنويات اللي بتمارس إدارة سجون الاحتلال كضرب وقمعات واعتداءات على الأسرى بخوف. وعذبونا تعذيب يعني في نفسيا جسديا كل شيء يعني فيك تحكي شعور بوصفش. في ناس يا زلمه عينيهم دم بكونوا ناس باكلين بكوس وايديهم مكسرات الجسم شيء بقشعر ببدنه يا زلمه. 因为哈马斯手头的以色列俘虏甲移动的人质是愈来愈少，双方可能要进一步制定新的条件来释放军人遮的以色列男性人质，才当继续延长停战。为停战协议11月20日开始到暂时，哈马斯已经释放105名人质，以色列嘛释放240名巴勒斯坦犯人。另外一边，根据英国《卫报》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以色列早伫1冬外前，就知影哈马斯的攻击计划，却认为因的计划伤过有野心，要实施真困难，都无啥注重，才造成这场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发生。公视新闻综合报道。除了火箭大攻击，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昨晚发生一战枪杀案，有3个人死亡。哈马斯是已经承认凶手是因的人。耶路撒冷这公车站30早起尖峰时间，有几个人和2个凶手射杀身亡。以色列警方了后断死这个凶手，哈马斯也承认凶手是因的人。לחסל את החמאס. שום דבר לא יעצור אותנו. 29以色列加强伫约旦河西岸反恐行动，西岸北部多次昨年8岁加14岁巴勒斯坦查甫囡仔被枪杀。看对方正残暴的以色列哈马斯一来一往，显示双方伫冲突甲休战谈判期间，原本就存在矛盾，豆豆咧发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会后表示，纳坦雅胡已经讲甲正清楚，最近几天会恢复军事行动。I made clear that before Israel resumes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it must put in place humanitarian civilian protection plans. 以哈休战协议一直延长，互如创差的加沙得到休困。目前针对休战协议，各中参详埃及甲卡达继续咧谈判，希望佮争取2天的时间。以哈双方过去2天的冲击，突袭事件恐惊为谈判增加变数。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朝鲜半岛食狗肉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不过韩国政府今年是要提出禁止食狗肉法案，这就引起这饲狗业者不满，遭到200人去总统府头前抗议。过去韩国人是认为讲，这热人食狗肉会当疼身体，不过即马这动物盘的地位变悬，这饲养的环境常常嘛去互亚康讲真垃圾，抬狗的过程阁真残忍，所以讲食狗肉的人就愈来愈少。去年有一份民调显示，是有64%的人反对食狗肉。过去1年来，捌食狗肉的人嘛，敢若剩8%。不过有真侪传统派就认为讲，这动保观念是这10几年啊才兴起来的，自安尼就禁止数百年的历史，真无理。示威民众甲警方介入将对枪，正面失控，抓到路中向前冲，甲警方发生冲突。差不多200个犬笼摆驶到南韩首尔总统府头前，抗议政府提出禁止食狗肉的法案。 국민의 먹을 권리를 강탈할 수 있는 권한은 대통령에게도 대통령 부인에게도 특히
농림부 장관이나 국회의원들 정치인들에게 없습니다. 그 개개인의 국민의 고유 먹을 권리를 박탈하는 것은 만행이며 폭거입니다.食口话伫朝鲜半岛有几啊百年历史，长期被看作是第一热天的体力来源。伫南韩无明确禁止，也无合法。南韩5100多万人口当中，有超过600万家庭饲狗做宠物。总统尹锡悦红某都饲6只，不过乾隆并不认同食狗肉是野蛮的行为。 그렇지만 사실은 개뿐만 아니라 심지어는 돼지라든지 토끼라든지 염소라든지 이런 것도 애완으로 키우는 사람들이 개처럼 많지는 않지만 그런 사람들도 있단 말이에요. 뭐 그런 식으로 해석을 하다 보면 마찬가지 아닌가요? 뭐 개체수라든지 그 정도의 차이인 거지. 根据一份去年的民调显示，有64%人反对狗肉消费。过去1年来，食过狗肉的人也只有8%，比2015年的27%加正多。有南韩民众认为，无论养殖环境或者是杀的过程，虽然拢有问题，不过这项禁令依然有证据。 개고기를 반대한다고 생각하고 저도 그런 생각입니다. 근데 사실 저분들 입장에서는 그런 변화 갑작스럽기도 하고 생계가 걸린 문제니까 충분히 말을 할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正10月乾隆甚至想要将卡车驶入去青瓦台头前的街路，而且放生狗仔互警方阻止。这场示威活动有3个乾隆互警方拘留。禁食狗肉的法案为了会得到跨党派支持，搁伫国会通过。公视新闻电为人报道。 罗西亚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认定这多元性别族群是极端分子。这就代表讲，未来任何争取多元性别平权的活动，伫咧罗西亚拢算是违法的。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11月30日听证会无对外公开这个记者会当入去内面听，法院讲被告无半人告。 Призн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ЛГБТ и его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ми и запретить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因为司法部提出动议，才有这场听证会，法院的宣判代表赞成司法部的要求。虽然国际 LGBT 社会运动其实并无存在，但是 LGBT 族群以后若是有涉及到平权等活动，可能拢会被逮捕起诉。Я не смогу заниматься активизмом, я не смогу защищать многих квир-людей в России.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呼吁俄罗斯立即废除不当限制人权捍卫工作者甲歧视 LGBT 民众的法律。 We are worried that this law could effectively criminalize any advocacy relating to the rights of people of a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 最近这几年，俄罗斯的 LGBT 族群承受来自当局愈来愈多压力。2013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2020年，俄国也修改宪法，明定婚姻关系是一男一女所组成，否定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伫去年，相关的限制扩大到所有的年龄层，有关 LGBT 的内容已经对主电影、广告甲电视节目中提掉。总统普京长期以来一直想要宣传俄罗斯是传统道德价值的捍卫者，甲腐败的西方无共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北韩抢讲要用核武器，美韩等国家嘛准备对等的武力反制。 这恐惊就搁要变做冷战时期共款，开始核武器小比拼。当初是苏联试验核武器的所在，是一个哈萨克东北的塞梅伊。迄个所在渔民到即阵身体又原会出问题。有一寡退伍的老兵就讲，因迄带有真侪人30几岁就过身啊。 根据美国民间团体韩武协会的统计，对1945年美国伫新墨西哥州第一摆试爆核弹开始，到2017年为止，全球拢总是实施2056摆核武试验。排名第一的美国，就负责超过50%，有1030摆；排第二的前苏联进行过715摆，内面219摆是伫大气站，剩的496摆是伫地下磅空内面。 前苏联上主要核武试爆的场地，除了侵入北极海的新地岛，上侪摆的是伫冷战时期叫做哈萨克斯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苏联成员，即马叫做萨梅伊的城市，较早是叫做萨米巴拉金斯克，是伫哈萨克东北边的草原地带。对1949年到1989年，伫遐进行过的核武试爆有456摆，占前苏联核武试爆的比例是超过60%。 少年的时阵，捌伫核武基地参加试爆的老兵，讲到这半世纪以前的经历，拢是真感慨。Onu mesela ülke yok o zaman ondan yani
полигонда жарылыс болып тұрады, жер қозғалып тұрады. Соның бәрін біз қолдан жасадық қой бәрін. 根据路透社因哈萨克的统计，当地受到残留辐射影响的人口大约是150万人，内面超过100万人摕到政府的辐射受害证明。Операцию делал мне печень болеет, пью, сколько лекарств пью я. 拄咧辐射直接造成身体伤害，或者老大人几十年来拢受到折磨。更加严重的是基因受损的问题，搁传予后一代。 У меня генетическое заболев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будет передаваться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и никто из мои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этим не страдает. Вот. У меня отсутствуют обе ключицы. 就算对1963年开始禁止伫大气站含水下做核武试爆的条约生效，试爆敢若会当伫地下磅空进行，但是路透社因专家话讲，嘛是可能有辐射污染入去到大气站含地下水，结果经过空气含水传出去，危害更较侪人口。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澳洲的热浪天气是热搁大，所以讲到真够发生火烧山。 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为着研发出更较防火材质，就成立一间高温实验室，或者学生甲研究人员会当实验各种材质，嘛会当找出更较安全的建材，嘛会当互消防员的设备更较有保护力。甲防火布料放伫咧测验棒顶头，用螺丝锁掉的，放入去实验室内面点火器，因是要了解各种材料防火程度。 Just see how different the flame spread speed is and how quickly it ignites.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澳洲只要若到热天，就因为温度悬引起森林大火。为着要研究防火材料，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设一间新的高温实验室，予学生甲研究团队使用。即马已经有学生的研究团队伫咧测验布料防火程度。 找一寡无共年份甲地区消防员穿的防火衫来做试验，希望研发出更加会当挡高温甲大火的衫。Getting to see how the material physically forms and under those types of conditions and being able to play around with fire is always a bit of fun. Safely, of course. Safely, of course, yeah. 另外，这位学生霍尔登是伫咧研究车的零件若互火烧了，会产生什么款的有毒的气体。 对人体甲炮火员有什么影响？ This is a sample from a 2007 Honda Jazz. Obviously, a bit of smoke comes off, but what's contained in that smoke? So, looking at different gases that are produced and what kind of effect they could have on people. 除了防火衫、车烧毁了产生的有毒的气体研究以外，新南威尔斯大学机械工程系资深讲师戈德瑞特认为，一个包括厝顶、壁边一寡厝的建材，也会当伫咧实验室内面改良防火程度。 希望这间新的高温实验室会让对防火事业有贡献。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消防员除了爱拍火，阁爱处理真侪紧急事故。法国巴黎就有一队专门处理危险任务的特种消防队，伊毋但爱甲涉落坎坷的民众救起来，甚至阁捌爬起哩埃菲尔铁塔顶悬，甲食酒醉的人救落来。 穿特种搜救的衫，挂头盔，伫腰的挂几啊条锁啊。这批全副武装的消防员，毋是一般的消防员，因是巴黎消防队的危险环境干医甲警察小队。Nous éventuellement on se recule ou on fait un tour, et quand le cariste est prêt, on vient et on prend la civière. 危险环境干医甲警察小队的18个成员，是为巴黎8600个消防员内底拣出来的，每一个拢是牛人，平均干了28岁，专门负责各种危险环境的搜救行动。 会当讲是消防员内底的特种兵。11月中，因伫咧庞毕度中心演练高空救援，8点钟内爬起离50外米悬，甲受伤的工人救落来。On n'a pas le droit de prendre le moindre risque dès qu'on est en hauteur. Parce que là, c'est qui tout double. Là, on est à 45-50 mètres de hauteur. 高难度的救援步步拢是风险，都要靠队员之间的合作，也佫有侪年来训练才有法度达成。任务是百款，亲像8月的时阵，就有2个食烧酒醉的美国游客走去埃菲尔铁塔顶悬无倒落来，尾后靠特种搜救队赶救出来。另外，巴黎真出名的地下墓窟，嘛现在有游客掉伫古厝内底。 À baisser un peu cette adrénaline. Mais sur les grosses interventions, on a du mal à reprendre le sommeil lorsqu'on rentre en pleine nuit. 对一般的拍火兄弟来讲，这种消防队是真重要，因为巴黎真侪较旧的建筑拢起了真下，一般的消防员要入去是真学。
各种消防员都要想办法入去火场，抢救掉伫内底的民众。Aujourd'hui, les structures bâtimentaires sont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s d'accès, notamment vous avez des bâtiments haussmanniens ou des escaliers qui sont trop petits pour descendre les victimes. 这种数据队成立了后，每一年会做高难度救援，平均有100多届，去年有到250届。就算每一届拢是冒生命的危险，不过这勇敢的勇士只要接到任务，就会随出动。希望让每一个民众拢会当平安无代志。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美国青少年食鸦片类的药啊，芬太尼的状况是愈来愈普遍，不时就出现这食过量死亡的案例。所以讲，伫咧维吉尼亚州有一间高中，有一寡学生是会炸解毒剂伫咧身躯顶，随时会当抢救身躯边的同学。另外，巴西是当咧研发一款疫苗，会当帮助这要解毒的人，莫阁匆忙去吸。今年17岁的高中生 Jackson 跟 Marine， 逐工去学校上课的时，册包内面除了课本、便当，佮一定会炸一项真特别的物件，就是这种使用鸦片类止痛药啊芬太尼过量的时，用来急救的纳洛酮片啊喷剂。Definitely in high school, everyone has a friend or an acquaintance who has experimented with drugs. If you have Narcan and are trained, you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ave that friend or acquaintance or even, I don't know, teachers' life. 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去年因为食毒过量死亡的美国人有差不多11万人，其中2/3拢是食鸦片类的止痛药啊芬太尼。因为芬太尼价销真俗，佮真简单就会当伫网络顶头买会到，所以食芬太尼的少年囡仔非常多。Jackson 决定要成立一个学生的组织，招大家斗阵来学，要安怎正确使用纳洛酮片啊喷剂来急救食芬太尼过量的人。目前已经有差不多350个学生愿意加入这个组织，学校方面嘛同意予接受过训练的学生炸纳洛酮片啊喷剂来学校，而且会伫学校内面放纳洛酮的急救包。We installed emergency naloxone boxes on all of the floors. 不过，这种解毒的药剂只是用来急救，未当真正帮助已经食掉的人解毒。事实上，要解毒是非常困难的代志。根据美国国家解毒机构的统计，经过5年的治疗，敢若有1/4的验毒的人会当成功解掉。目前伫巴西，就当地研发一种会当帮助食骨科碱、cocaine 的人解毒的疫苗。这种疫苗会启动人体内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就会当防止人食毒品了后，会有迄种挡袂掉的快乐的感觉。Esses anticorpos, quando são produzidos, eles se ligam à droga e impedem que ela entre no cérebro e haja no sítio onde ela normalmente estimula. 这种疫苗的功能是帮助解毒了后的人，袂阁想要去食毒。目前已经完成动物试验，效果真好。而且使用的原料是实验室内面合成的化学物，成本真低，会当大量生产。后一个阶段的人体试验若是成功，就会当变成全世界头一支用来解毒的疫苗。记者甘恩恁编译。美国有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人类的细管细胞，是做出活体机器人。发现这款机器人是会当帮助受损的神经元搁再生长。虽然目前研究人员也未完全理解这是啥物原理，不过未来技术发展起来了后，就会当帮助空喙、龙骨等等受损的神经搁再复原。美国塔夫兹和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是公布新的成果，应用人类的气功细胞制造微型活体机器人，而且在实验室的培养盘内面证实讲，这机器人有修复神经元的功能。Robots can move through a sheet of damaged human nerve cells and repair the nerves in the course of 3 days. 科学家把这机器人叫做是人类机器人，因伫培养盘内面会使是各种大小和各种型，譬如讲圆的，也是美式卡球的型。机器人的表面拢有纤毛嵌咧，会当刷刺激神经元的再生，互空喙好起来。科学家嘛强调讲，这机器人无透过任何基因编辑，并不是基因改造生物。Inthrobot has the exact same genetic makeup as the human donor, just in a different biological architecture. 非基因改造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这表示讲未来若研究完成，科学家未来有可能会当对患者家己的细胞制造出机器人，会当大大降低免疫反应的风险。In the future, we may be able to take a person's own cells and use precisely designed stimuli to get them to adopt desired shapes and behaviors. We could reinsert them back into the body to have them perform therapeutic tasks,
虽然即项研究阁有真侪还未解的谜题，譬如讲机器人是安怎互神经元再生，嘛是阁要找解释。但是科学家已经有期讲，若研究完成，人类机器人未来有可能会当应用伫个修复龙骨，也是受损的目睭膜神经，阁有分辨细菌含癌细胞这用途。若会当实现，对再生医学界会是真重大的突破。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一再会。